你講先。食嘢。我真係睇到心心眼啊！佢哋唱得咁好聽，不過咁快就完咗，仲諗住聽得耐啲噶嘛。咁多要求啊你，不過唔緊要，Affinity 實幫到你啊！嚟緊呢位同學可以令到聽眾滿足晒，所以在座咁多同學千祈唔好錯過呢一場表演啦！咁我哋就以最熱烈嘅掌聲歡迎油塘陳奕迅。大家安靜少少先啦，聽講呢位同學唔單止會唱喎，仲會用手中嘅樂器去講自己嘅故事，有一種 Eason 嘅感覺啊！咁到底佢係實力派定搞笑派呢？我哋即刻揭曉，不如我哋而家就將舞台交俾佢啦！有請油塘陳奕迅。Hello， 大家好嗎？大家梗係好啦，問埋啲廢話係咪先？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同大家講聲，我唱得不夠動人，你別皺眉。我願意和你約定至死，我只想嬉戲暢遊到下世紀。請你別嫌我將這線情奉獻給你。咁個吉他咧就有啲頑皮啊，唔出聲嘅時候，咁就我嚟出聲啦，好唔好？朋友已走，乾升積的你舉杯到零，神還未夠，這股鬆開我的手，潛在那鏡背後，說你男友有事忙是藉口，說到終於飲醉酒，情侶會走，剛失戀的你哭過眼淚，前來自首，寂寞因此牽我手。除下了他手信後，我已得到你沒有，但試過散心旅遊，如何答沒有？希望大家呢喺將來嘅時候都可以記得返中學嘅回憶啦，例如取笑過同學嘅回憶啦，係咪？例如俾老師鬧過嘅回憶都有嘅。唔多講啦，送俾大家粵語殘片。喬遷那日打掃廢物家居仿似開戰，無意發現當天穿黑夏季襯衣，奇怪卻是茄汁污垢滲在這襯衣布張外極其大意，為何如此？唉，大家打完波都係會想食飯，小食部咁可愛阿姨煮嘅撈麵啦，係咪？型多撈麵啊嘛，型多麼需要你，型多路需要你。如今天失去了，怎麼退怎麼進？寧死都不要信，寧可都不要信。但看我手再激動，仍只得撈麵。我哋繼續唔好停咯。長路漫漫是如何走過，寧願日落極忘形的我，離時代遠遠沒人間煙火，毫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，願我可走音添 ，sorry。
唉，我知嘅，我知大家將來或者依家都面對好多唔同嘅事，係咪？會俾老闆廢啦，又有嗱，中學咧又俾老師頂啦，係咪？俾人鬧啊，都有嘅。大家都有啲總會有機會唔開心啦。嗱，我咧就睇過一套戲叫《Inside Out》嘅。嗱，呢套戲咧其實係講緊唔開心，其實都係一種情緒嚟嘅。咁如果大家唔開心嘅時候，不妨試下唔好強迫自己開心咯。不開心就不開心，也別勉強的慰問，但求隨着我的心，灑脱地尊重我的傷感。別要不開心就找開心去避過我的良心，消化憂鬱後，才令我拾回自信心。唔開心嘅話，揾下身邊啲人傾下偈啊。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，大家一齊陪我講，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。誰怕講，誰會可比得過孤獨探戈？難得可以同坐，何以要忌諱赤裸？如果心聲真有療效，誰怕暴露更多？你別怕我。你等先，你睇，望下上面，上面好似有啲嘢喎。抬頭不相信愛你便能飛，能交出你會創出傳奇，變幻人生是避無可避，卻沒人可驅使愛別離。抬頭吧，黑暗過會是晨曦，懷着樂觀中有轉機。今天珍惜，今天逢凝望我心所愛的你。我已彷彿會飛。唉，都臨到畢業啦，多謝大家6年嚟嘅陪伴。我終於都唔使受住啲老師喺度鬧我啦，好開心啊！真係講笑啫。其實呢啲老師都教咗好唔少嘅。咁咧，我畢業咧就諗到一首歌咧，好經典啊！如果識嘅話，大家可以一齊唱啊！送俾大家5個字：夕陽無限。天色已黃昏，本想去憑愛去換最燦爛一生，想不到長吻換來更永恆傷感，夕陽無限。卻是更黃昏。高峰的快感，剎那失陷，風花雪月不很讚人，要獻便獻吻。最後，我想藉住呢個機會，想話俾大家知，我喺呢一度，其實個旅程已經完畢啦。希望大家可以 enjoy your show，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